歡迎大家，我哋今日嚟睇下小狗汪汪同佢發明嘅機械人鐵寶嘅故事啦。汪汪好叻，發明咗使命必達機械人鐵寶，只要你落指令，佢就一定會做。有一日，小貓喵喵攞住一隻好靚嘅蝴蝶風箏出嚟玩。汪汪睇到覺得好羨慕呀，汪汪一時發脾氣，隨口抱怨話：真係希望喵喵隻風箏唔見咗。鐵寶聽到之後，頭頂天線着燈，佢唔識分咩氣話，只係知道要執行指令。結果鐵寶真係行埋去，用機械手將喵喵隻風箏線剪斷咗。喵喵見到風箏飛走，傷心到喊。汪汪睇到呢個畫面，嚇咗一大跳。汪汪終於明白，原來 AI 機械人係無道德觀念噶，佢哋唔識分對同錯。汪汪好內疚，主動同喵喵道歉，仲一齊整翻好隻風箏添。記住呀，AI 雖然好叻，但使用 AI 嘅人必須要為 AI 嘅行為負上全部責任。